你有冇試過做生意成日遇到同一種情況？客戶明明表現得好有興趣，傾得好開心，但最後冇咗下文，拖下拖下，然後無疾而終。你開始懷疑係咪我嘅產品唔夠好，定係我嘅推銷技巧有問題？今日呢個案可能會俾你一個完全唔同嘅答案。林先生，一個好有熱誠創業者，好有想法，但佢有一個好困擾嘅問題，缺乏客源。每次見客，對方都表現得好有興趣，傾完之後話我諗下先，再覆你，然後就冇然後啦，拖下拖下，最終都係合作唔成。林先生好困惑，點解次次都係咁？我明明好努力，點解冇人肯同我合作？後來林先生揾我解讀潛意識，想了解自己生意唔順利嘅真正原因。解讀出嚟嘅信息令佢好驚訝。第一，佢成日把伴侶嘅事拖到最後完成；第二，不遵守承諾。原來林先生嘅潛意識入面有一個佢自己都冇察覺嘅模式，佢對伴侶嘅要求成日拖到最後一刻先做，有時甚至講過嘅承諾都冇兌現。你可能會問，對伴侶拖拖拉拉關做生意咩事？答案反映一個人點樣對待最親近嘅人，往往會反映喺佢嘅事業上。當你喺伴侶面前不守承諾，拖延交貨，呢個能量模式會不自覺咁投射去你嘅生意上，客戶會感應到一種唔可靠嘅氣場，潛意識入面就會卻步拖延，最後消失。林先生終於明白，原來沒有客源係佢自己不守承諾嘅一面鏡。佢決定改變，開始重視伴侶嘅要求，答應咗嘅事盡快完成，唔再拖延。佢學習成為一個講得出做得到嘅人。神奇嘅事發生咗，佢嘅生意開始好轉，客戶嘅回覆快咗，合作機會多咗，之前傾完就消失嘅情況慢慢減少。呢個個案話俾我哋知，事業嘅順利往往同你點樣對待身邊人息息相關。你對伴侶守信用，客戶都會對你守信用；你重視身邊人，個世界都會重視你。如果你都發現自己喺事業上成日遇到冇晒下文嘅情況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喺親密關係入面有冇守住自己嘅承諾？我係咪一個講得出做得到嘅人？記得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潛意識嘅智慧，從根源改善你嘅事業同關係。我哋下次見。